你不能够给我赶时间。所以说我有一把刀，到现在6年了，我还没交货。依旧在等灵光乍现的瞬间。张国仁做猎刀，对定制者常常是耐心大考验。做每一个作品的过程当中，个性上面我就非常客家人，我很应景。别人说你用机器可以比较快，我说那是你们的做法，那不是我的做法。你们一天要做10把，我宁可10天做1把。因为猎刀在张国仁手中，不光只有锋利刀光。太鲁阁族它本身可能因为先民的智慧，弯刀比较不容易去受到山林呐，然后藤草、树木勾缠，它也有讲究美感。用黄铜包覆巩固了刀的结构，异元素的结合在刀鞘上也巧妙融合凤林客家庄与太鲁阁部落、原住民与客家。客家人所有家里面过年过节要做的一些器具里面，竹编纹是非常的美丽。所以说我在非常多的部分，不只是刀，包括我做的箱子，用了非常多竹编型的一个图形在上面。因为我认为这个就是记忆当中我所知道最美丽的图案。不能忘怀的还有台湾特有的快木香，猎刀的刀鞘、创作的工艺品都以快木为主角，不砍伐，全部使用漂流木，萦绕身边的快木香，他说最有家乡的味道。乡村过7个日嘞，也是爱上爱过的日嘞。轻松做自己，这是我想要的生活。也很爱上爱过给你呢。年轻时在都会汲汲营营，张国仁后来察觉，唯有回归内心想要的，不勉强才会快乐。回到后山，一把刀、一件作品，都让他重新去思考生命的意义。事实上也是有勉强性，那个勉强其实就会让你不快乐。哦，我认为身在花莲这个地方，唯一能做到就是这一点，我非常满足。上课喽！强松过7个给你呢，也很爱上爱过给你呢。强松过7个给你呢，也很爱上爱过给你呢。谢谢宗宇老师。